来关心天气，冷空气到台湾，今仔透早台北干那14.3度，达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。气象署提醒，今仔日开始有2个大陆冷气团会连续到台湾。礼拜透早是上寒的时阵，北部会落到剩12度。大台北拜五早起降温感受明显，透早台北站测到14.3度，冷空气来。大陆冷气团登记，那未来一礼拜会有2波冷气团连续报道。23到25，北部、东北部甲东部天气偏凉。基隆北海岸、东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、参桃园以北地区有零散地降雨。26起，阁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一直影响到27。25的晚上到26号，冷空气还会再补充下来，所以气温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地方的气温还会再更下降一些些。所以到了26号前后呢，北部、中部的低温可能会到11度到14度。气象署提醒，这一起连续2波大陆冷气团报道，期间气温无明显，感受拢偏凉。中南部是爱注意日暝温差大。礼拜3了后，随着大陆冷气团减弱，气温才会豆豆回升。也毋过透早各地气温依然偏冷。接落来3月初1起，阁要变天，阁伴随方面感受偏湿冷。3月初1、3月初2台中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局部的低阵雨。气象专家分析，综合各国预报资料显示，3月开始北部的春雨偏济，那3月中旬全台天气犹原是偏凉感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